啊，乡亲啊，这个坎瑞风台可能会弄入来台湾。真侪国家拢预测，讲这个风台接近台湾的时阵，落草会挖南平，可能会以上强的中度风台，甚至是强度的风台为东部来登陆台湾。拜四拜五风雨上大，上紧明仔载下晡到明仔载暗来发海上的警报，拜三发陆上的警报。啊，因为伊的暴风区真大区。所以到时阵，全台湾拢会受到影响。钓到渔民脚手尾抓，用粗手法绑好船只。台东富工渔港后船室内底空，无看到半只鸟花。今日的轨道绿岛台东往回船帮会停航到11月7日，因为有风台要过来呀。康瑞台风的汇流，目前它大概是距离在恒春的东南东方大概105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哦。那我们预计它未来会比较是朝向西北的方向逐渐的移动，靠近到台湾哦。根据各国上新的路线预测，欧洲无少预计空雷会为花莲登陆桃园出海；美国无少日本气象厅和气象署预计会为台东登陆中部出海。各国的路线差不多拢相像，普遍看到拢来台湾的几率真悬，尤其是拜四拜五上接近台湾，影响嘛是上大的时阵，因为空雷风台无受到地形破坏。结果会真这个样。太平洋高压它非常的强势死流场非常的明确，北方的潮线因为不够深，没有办法把康瑞台风继续往北直接带走，台风向西的分量是比较大的。康瑞东北角度会决定对台湾影响程度，那海陆警发布纪律嘛真悬。它的路径上面的看法有稍稍有在加快一点的趋势哦，所以我们目前预估最新海警的时间大概有可能会落在明天的下午到明天的晚上这段时间哦。话陆警的时间有可能会落在礼拜三的上半天这段时间。卡说空雷风台若真正搞来台湾，也是自1967年跟到风台以来的57年，伫咧11月登陆台湾风台，民众都爱个赶紧做好风台准备。Hello， 我是郑雅芳。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